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6月6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南区因为有机场有南山公墓等等的条件问题，造成地方发展受到限制。对此，市长黄伟哲上任以后，针对着南山公墓规划殡葬专区开始迁葬的作业。不过，因为卡着有古迹的古墓等等的文化资产问题，所以要如何兼顾着古墓的保存甲都市的发展，嘛成为社会关心的焦点。南山公墓高达94.7公顷，一直以来成为左界地方发展的焦点。加上公墓靠近主题区，影响当地居民生活环境品质。不过，到底如何活化再利用，多年以来互市府头疼。对此，市长黄伟哲上任以后，规划设立殡葬专区，目前正在进行墓地迁葬甲环评，以及设立许可申请。不过，因为内面挖出3个古墓是属于市定古迹。卡伫文化资产的调查评估甲保存维护，拢互迁葬的进度产生侪变数。对此，市长表示，一定会兼顾古墓的保存甲都市发展。公墓现在牵涉到第一个南区的民众，几乎是，如果我们根据我们的民调，大概是几乎是7、8成以上，都是支持南山公墓那边需要整顿，需要开辟。但是我们也要兼顾文史学者。或是一些他们对于文史保存的一个诉求，所以我们要在两者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点。也就是说，具有历史保存的一些古墓，或是名人的古墓，我们觉得其实我们要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个管理跟保存。那但是除此之外，其他一般已经不一定有先人，不一定有后代子孙祭拜的一些墓，那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比较好的一致？对此，民政局嘛表示，文化资产的保存到底如何认定，一定会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处理。对着公墓迁葬甲南区的发展，市府嘛了解当地居民的意见，作为施政的参考。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艺人贺一航因为大肠癌来过身，除了引起大家关心，更加重要是凸显着大肠癌的危机。对此，安南病医表示，日前伫咧该病院治疗的患者李先生，甲贺一航病是第3期，不过伊透过腹腔镜切除手术，真紧就来恢复正常。医生认为，其实过去认为真困难的案件，即卖技术拢会当处理。艺人贺一航因为大肠癌过身，再次引发大家对大肠癌的重视。安南病院医生表示，虽然有真侪患者真正会出现腹肚胀痛、胃口无好等症头，不过并无明显，其实是真歹发现。所以提醒50岁到75岁朋友，适应政府每2档免费筛检，因为只有早期发现才是上好的预防。糞便潜血它就是主要是要有50%，它是有长大肠的息肉了。那大肠息肉的话，你只要把它做切除，其实是一个预防大肠癌最好的方法。这是外国人对病人的卫教是这样做的，就是说你把息肉做切掉，它就没有机会长大肠癌。大肠癌99%都是先长息肉，再长了大肠癌，所以说反而是做粪便潜血，去检查有没有息肉，去做息肉切除。那对于大肠癌的预防，其实是反而是更重要的。记者会中，甲艺人贺一航共款患着大肠癌第3期的女性，才现身讲法。伊透过腹腔镜切除，同时检测肠癌中隔以后，目前一切正常，而且手术过后，腹肚只有4个小空喙，上大只有5公分，相当幸运，捡回一命。贺一航他的状况大概就跟他们跟李大哥的状况，他级别是一样的，他们是第3期的。那以目前治疗大肠癌的第3期的标准治疗的话，就是手术切除之后，那要做有一个我们叫做保护性化疗，就是说它降低它再复发的一个机会了。有做跟没做的话，有做还是有机会复发，但是有做的话，它复发有些文献说大概会降低到大概3成左右的一个机会了。随着技术的提升，过去认为困难的案例，现在拢会当做，甚至医生有信心，癌症第4期同款会当处理。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
端午节将要来到，为着要关怀遭受职业灾害，因此经济上拄着困难、生活陷入困境的弱势劳工族群，劳工局特别准备了侪项，要来甲因关心。一寡满满的账，全部拢是劳工局用心准备，要分送予大台南侪因为受到职业伤害，造成无法度做工课，经济上陷入困难的民众。平均每一位受帮助的民众会当分到10粒至20粒的账。劳工局已经支持这个爱心活动的志工，把握时间进行分装，希望将一个小小的账赶紧送到需要民众的手中。咱今日要来启动，因为端午节到了，我们要这样的一个重情送爱。咱大台南总工会跟台南市劳工资源服务协会，能来单位共同来关怀我们这样的职灾劳工及我们房屋修缮完的一些家庭，干嘛状况比较有落差的部分，因为他们讲经济歹，因的这个民俗节日就没有办法过，所以我们今天也在我们中餐，我们郭理事长以号召他的会员，我们包粽子，来由我们大台南总工会、我们劳工资源服务协会出这样的一个材料会，共同来修建这会来关怀他们。当然今日也要分30户，每一户以10到20颗粽子为止，因为每一户的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说，让这个端午节这样的一个把爱送到他家里去关怀他，能够鼓舞他，能够在近日职场或是在把家庭状况的一个这样的关怀他，让他不要有气馁的心，把他整个心理这样的一个武装起来，这是咱给这样一个重情传爱最大的意义。劳工局都会配合咱大台南总工会，还有我们台南市劳工社团法人、台南市劳工资源服务协会，还有我们的餐饮工会、产业工会，把绑了一些粽子送给我们的职灾个案，让他们在中秋佳节这个端午佳节也能够感受到那种端午节的那种气氛啦，有那种家的温暖这样。这寡粽将会送到永康、安南、桂林、林德、七股、西港等等30户遭受到职业灾害的劳工身上，希望因会当感受到满满的关怀。单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因应少子化现象，行政院去年5月份开始规划，伫咧16个县市要来先推动着准公共化幼儿园的政策。主要目的是借由补助私立的幼儿园业者来降低家长的经济负担。该政策伫咧今年8月份将扩大到6都来实施。不过有意愿申请而且符合资格的私立幼儿园业者数量并无多。依照台南市为例，到今年6月份有立案的私立幼儿园总共有332间，但确定要申请加入准公约的业者却只有20多间。是安怎？大部分的业者参加意愿并无悬。透过报道，咱做伙来了解。行政院为了因应少子化现象，和个人加结婚生囝，对1807年7月核定教育部、卫福部等10个相关部会，共同拟定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以两准公共化幼儿园政策，今年8月开始将扩大到6都开办，希望借着政策推动，达到降低家长负担、提高生育率、改善幼教人员薪水、稳定服务品质等目标。原本是用意真好，但为何符合规定的幼教业者大多数拢是选择观察？但是幼稚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李秀玲替业者讲出因的心声。我们政府现在推行一个准公共化幼儿园，其实是政府的利益是非常良善，但是对于我们私幼业者来讲的话，大家会有一个考虑点，就是说，加入的话其实是可以提升老师的一个薪资，因为我们私幼的业者他们的经营成本提高的话，这样子可以可以提高老师的薪资。但是其实在于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担忧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政策能够持续性，也是业者疑虑的地方。因为万一如果这个政策没有办法再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我们业者的那个经营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
除了业者欢乐以外，另外家长嘛向民代反映，政府推动准公共化幼儿园政策，保强树立幼儿园的服务质量，但对着公幼经办的需求，颠倒是停顿。认为政府应该爱加加民众说明，加强家长的信任。因为我们在推动非营利还有公共化的幼儿园，但是现在我们的公立幼儿园似乎都停顿，这个也对很多的家长认为说，是不是会有点偏废？为什么说公立幼儿园现在有很多的国小基本上其实因为少子化，空教室非常的多，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增班？那很多的家长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政府单位应该要有更多的说明，也就是说，当我们吸引更多非营利进到我们的公共空间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给家长很多的保障，还有很多教育的保障，或是在公共化的幼儿园政策当中，是不是能够让家长安心？其实我觉得都应该是要据以说明，然后那这个部分可能是家长所担忧，而且家长的反应。教育部108年度执行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总共编列231亿外，补助公共化幼儿园相关的预算，透过公共甲准公共化幼儿园做伙实施，加速拓展平价教保服务，让2岁到5岁幼稚入园率对106学年度的61.7%，提高到111学年度的68%。另外，针对无进入公共甲准公共化体系就读幼稚，卖扩大发放2岁到4岁幼儿津贴，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教育部卖持续进行相关的政策推广，让家长更加了解政策推动的内容。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人爱读册。热天是上界适合户外活动的季节，所以百货业者特别伫咧广场打造了一个大型的白沙滩，要予亲子免费来耍。同时耍忝啊，也可以当到室内日本商品店吹冷气、试食日本排队的美食，唔免出国，就当享受到日本的风情。今仔日伫百货广场出现了这片15米长的沙滩，而且各拢是白色的，相当吸引人。连透中日头，有家长带小朋友来耍，而且百货业者佮大新免费提供乌刷的器具佮桶啊，要互这个热天伫市区佮加一个好佚佗的所在。这边还不错，因为你可以不用自己带那个玩具来，它有提供，对，这样子。夏天这样会不会觉得沙很烫啊？这边还好，对啊，如果晒到太阳的地方就会。为欢庆台南新天地生日感谢庆，我们于西门广场即日起到7月15号打造了一个大型的梦幻白沙滩。那长达15米的白沙滩，让小朋友在市区也能享受到海滩的乐趣。欢迎大家一起过来游玩哦。除了白沙滩的规划，共这个时期业者嘛推出日本商品店，邀请侪日本出名的排队美食甲伴手礼业者进驻，而且第一摆推出大分量的试食大会，唔惊民众品尝。食好食食买，
其中以行道抹茶加米其林推荐的红茶作为好食的冰淇淋业者，嘛趁商品等的机会，要来南部试验消费者的接受度。我们的招牌其实有2款，其中一款是抹茶拿铁，那它的抹茶粉是来自京都宇治市的严选的抹茶粉。那我们是采日式的做法，是以冰沙的口感为著称，就大家都还蛮喜欢的。那我们另外一款是日月潭红茶，是我们跟日月潭的茶庄我们是有特别合作，它是我们的台茶18号。对，那这个口感的话，其实是相当的特别。日本商品店一直是百货销售真旺的档期，相对嘛是侪民众真介意食展览。今年同款要互民众品尝日本上界在地美食，免出国，买当体验日本风味。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警察局推动优质公庙文化复兴政策，邀请全台南市的公庙拢会当签订着自律公约。北区大庙玉皇宫率先响应，节省下市民庆祝的活动经费，转做公益行善的用途。北区拥有侪信众的玉皇宫，就算是平常时啊，嘛有侪信徒前来参拜。这个玉皇宫率先响应优质公庙的政策，将市民节庆的活动经费缩减，省落来的钱捐予侪绿色团体，互信众每一分信仰的力量，拢会当变作社会温暖的力量。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推动优质公庙文化府城活动，在日前召开本市所有公庙来签署自律公约。那我们北区大庙玉皇宫特别率先支持，在本次的一个活动当中，节尊所有神明节庆的活动经费转为公益的一个善款，这是具体公庙的优质公庙的具体作为。特别感谢他们。这个良水的公庙文化，只是讲唤起咱的祖先，伫咱的庙宇管理，甲参与这个社会活动的一个基础，莫甲放弃，咱搁较找倒转来。而且我感谢咱五峰局今仔日局长啦，陈局长亲身来甲咱斗骹手，来互这社会绿色团体，会当互我庙里100、200、300，这信众游客送入来的这个善款。换一个角度，咱嘛是甲用出去安尼。长期关怀身心障碍朋友的伊甸基金会嘛收到善款，因表示会作为继续立好生活费来使用。那我们主要服务是身心障碍的大孩子，像是自闭症跟智能障碍的孩子。那其实我们就在北区，平常就受到玉皇宫很多的照顾。那这次也很感谢玉皇宫，他跟5分局一起做这个优质公庙的活动，然后提供我们一些捐助，让我们可以把这些困难家庭里面的身心障碍的孩子带出来，学习一些工作的技能，教导他们怎么去学习一技之长。兼接着公庙开销来转换成为爱心善款，玉皇宫嘛希望台南市其他的公庙会当来响应，做回来做爱心。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为着让小朋友会当了解无分年龄拢会当做善事，伫咧校园内募集发票。上界特别的是，因打扮成为恐龙、巫婆等等各种的模样，希望透过古锥的造型，吸引大家踊跃捐发票。一透早来到嘉义国小，就会使看到校门口60位小朋友打扮成为各式各样的角色，有巫婆、恐龙、超级英雄等好耍的造型。因拢是嘉义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学生，伫华山基金会的号召之下，因到校园内向国小的学生甲老师募集发票。透过安尼的活动，希望让小朋友了解到无分年龄拢会使做善事，为别人付出。希望让国小部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从小就进行就是善的循环，一起做善事这样子。那我们也同时就是为了降低幼儿园的小朋友出来的危险性，所以我们选择在校内1到6年级以及老师一起，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进行募集发票的活动。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募集的发票跟一些费用，我们希望用在我们在6月30号，我们在归仁国中，我们举办一个爱老人的运动会，希望让我们这些弱势长辈，他们有一个外出的机会，增加他们身体健康的功能。那感谢这个华山基金会到我们学校来举办这个爱心捐发票的活动，让我们小朋友啊可以这个就有小小的举动，可以帮助这个我们的老人家哈。那我相信这个活动
借由这一次幼儿园的大力的赞助啊，让我们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有声有色。那也非常华山基金会到我们学校来办这个活动。除了伫校内募集发票以外，嘉义国小嘛将要透过助老爱心袋的方式，协助华山基金会募集6月30号爱老人运动会的费用，希望带动社会善良风气，帮助弱势行出家门。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由一群台南在地女性企业家所组成的惠群联谊会，今年迎接着创会30年。因为联动着南美馆推动友善宾馆的理念，同时落实着企业责任，4号下午特别由会长傅仁凤捐款10万予美术馆，作为推动文化宾馆来使用。为了落实台南的文化宾馆，予任何的民众都会使享受到文化的资源。但市立美术馆落成后，就积极推动相关的活动。因为联动南美馆的理念，今年迎接创会30周年的惠群联谊会，也特别响应捐款10万块，作为文化宾馆的经费。4号下午伫美术馆举办捐款仪式，并邀请漫飞天使所组成的乐团的演出。去年我们台南市美术馆刚好成立，所以我们惠群姐妹们大家就有一个想法。这个艺术是不分族群、不分年龄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让一些弱势还有偏乡的儿童们更可以吸收一些艺术的氛围，让柔和我们这个社会。我们都知道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不一定人人都能够享受到文化的氛围、文化的照顾，享受到文化的力量。那么因此美术馆必须要特别的用心在文化平权上面，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艺术所蕴含的无穷的力量。那么因此今天惠群联谊会以30周年这样的有意义的日子、有意义的节庆来作为捐赠，我们希望更多人因为这一次的捐赠，对于文化平权，对于照顾到弱势团体，照顾到身障团体，照顾到偏远地区的人，平等的享受艺术的一种权利。活动当天也邀请乐福基金会乐汉之家到美术馆参观，也因为对这个弱势团体来讲，参观美术馆是非常难得的经验。所以每个参与的成员拢非常欢喜，同时也将要伫22号邀请因参与宝岛长春图特定的艺术创作活动，落实文化宾馆的概念。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8度至3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真感谢你来收看6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